再来看有风声讲，农业部指派进前北农的总经理吴音玲来担任台北公司的董事长，引起真侪讨论。今仔早起，行政院长邓英开始强调讲，台北的董事长就爱交予董事会来决定。台北公司早起开董事会，投票是选出现任的总经理刘聪人来接任董事长。台北公司找时召开董事会，因为顶礼拜五台北公告，由农业部指派行政院中部联合服务中心副执行长吴音玲担任法人董事代表人。外传吴音玲可能接任台北董事长，引起质疑声音。行政院长邓英台强调，台北董事长是由董事会决定。国营事业的董事长选任都有法定的程序。那台北公司今天会召开董事会，董事会的最后的决定才是该公司最终的决定。前政委刘金新拜一也伫社群平台发文，透露对台北人士的烦恼，指出台北即马上大的问题是民营煞有大价的广告，化声推动广告退出台北，也毋过拿回唔经好批评。吴音玲人事案是标准的政治后下，立委柯志杰认为，上尾人事案尊重台北决定。我想这个吴音玲的人事案，大家看到就想到，就绝对是标标准准的酬庸，而且毫无专业可言，包括绿营自己都看不下去。我想尊重这个台北他们董事会对人事任命的决定。也毋过台北青山也毋过公告，法人董事华人原农业部代表人曾老达换做台北总经理张聪龙，最后由上接任台北，较晚就会公布。另外，中选会任命委员因为任期即个初三，行政院宣布将新名单送到立法院审查，目前只剩4位委员，恐惊予中选会停止运作。到阳台会时咧强调，月底一定会将提名名单送到立法院。公司新闻采访报道。